台湾每一个菜市仔内面一定有果子蛋，每一担果子蛋一定有咧卖旺来。这是因为旺来伫咧台湾人的生活当中，早就是一个吉祥的代表。旺来果实是由真侪细蕊花组合而成，规粒果实是头部向下直徛，一般人掠准是旺来头咧，其实是伊的尾溜。旺来要安怎竞选？要安怎种，才会有好的旺来通食咧？这个故事就爱对一个干那爱果成果，无爱肉成果的怪咖做事人讲起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